喺倫敦，每日行多10分鐘就慳4萬磅。有人話倫敦嘅 Tube 係生活必要嘅魔鬼，但係就算又嘈又臭，人人都會搶住同呢隻魔鬼做鄰居。數據唔會呃人，事實上倫敦坐落地鐵、火車隔離嘅樓盤近年越嚟越受歡迎。數字顯示，倫敦人為咗住得近火車或者地鐵站，寧願買貴42,700磅嘅樓。用同一區比較嘅話，對正路軌嘅鐵膠盤，即係距離車站只係500米，樓價會平均貴成8%。如果要行遠少少，去到750米就只係貴5.6%，再行到1000米就只係貴3.5%。喺越近嘅車站就越多人爭，價錢亦都越高。行多幾分鐘個加價幅度就會慢慢跌。咁多條線有邊條線最受歡迎？最貴嘅樓盤集中喺 Circle Line， 但係太貴就成為大家都唔係咁中意住近嘅線。最舒服嘅 Elizabeth Line 平均樓價偏低，亦被公認為最吸引嘅地鐵路線，貪佢夠新又夠快。整體最平嘅就由 Metropolitan Line 嘅樓盤當選。住喺倫敦嘅你哋又最中意邊條地鐵線呢？